大家好，我现在录制一个视频，是一个重大的声明。我希望全世界人民和世界各国政府团结起来，围剿中国共产党。通过杜勒斯、麦卡锡、胡佛分3批抓共产党罪犯，杀共产党流氓。我希望中国周边的国家断然地采取军事措施，解救我和我妻子以及我们的家族。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这个反人类犯罪团伙、犯罪集团继续行凶犯罪，在这个星球上招摇撞骗、为非作歹。所以我希望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罪犯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流氓，抓中国共产党流氓，杀中国共产党罪犯。这是全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因为他们是全人类的耻辱，全人类的败类，不能允许他们在人世间存在。